们一起用这首歌来敬拜我们的神。我心坚定于你，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圣洁美丽，无人能及，赐我气息，赐我气息，毫无保留为我舍命。你的爱是我灵魂苏醒，患难中我能刚强站立。你的爱是我重新的力，黑暗中是我生命再次绚丽。我心坚定于你，我心坚定于你，眼目专注于你，风浪之中有你同行，不畏惧。我心坚定于你，我灵降服于你，在你怀中平静安稳，我必得安息。圣经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说，得救是在乎归回安息。我们的得力就是在乎平静安稳。让我们用平静的心，我们一起来领受，要从神给我们的力量，给我们的勇气，给我们的信心。我们一起再来唱你的爱。你的爱是我灵魂苏醒，患难中我能刚强站立。你的爱是我重新的力，黑暗中是我生命再次绚丽。一起宣告，我们来唱，我们来宣告说，我心坚定于你，眼目专注于你，风浪之中有你同行，不畏惧。我心坚定于你，我灵降服于你，在你怀中平静安稳，我必得安息。我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为你自己来祷告，为你自己来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预备好我们今天的心，也来清空我们的心，让我们今天晚上就是被神来得着，就是被神的话语来得着。那我们就是要唱歌，要敬拜，就是要祷告，来得着神从神而来要给我们的恩，给我们的福。我们一起开口为你自己来祷告，为你自己来祷告。谢谢
心坚定于你，我心坚定于你，我灵降服于你，在你怀中平静安稳，我必得安息。谢谢主，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你的怀中，让我们享受这平静安稳。我们必在平静安稳当中，我们必再一次得着力量，因为这是你祝福我们的。我们要来领受。我们再下来，我们的读经，求神亲自的在我们的当中掌权，在我们的聚会当中。谢谢主，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大家平安。我们今天要共读的是历代志上18章1到17节，在我们历代志上的13、14、15、16这4章，讲到大卫迎接约柜的故事。在大卫2次迎接约柜当中，我们看见大卫虽然失败，大卫虽然被挫败，但是他对上帝有个渴慕的心。而同时，我们看到俄别以东他怎么样子来服侍，怎么样子来守卫这个上帝的约柜，以至于在短短3个月当中，上帝祝福俄别以东。而我们也看到在历代志上的16章，大卫如何的用心预备这个约柜进入耶路撒冷，但是大卫的妻子米甲却没有看出大卫的用心，却为大卫讲了一句酸言酸语，以至于米甲没有领受像大卫这样子的祝福啊。虽然他们是夫妻，我们在昨天17章讲到大卫约柜迎接完之后，他第一个想法就是他住在香柏木建造的宫殿当中，但是上帝却住在会幕当中，所以他想要为上帝来盖一个家，盖一个房子，至少能够像他的房子圣殿一样。但是虽然上帝拒绝了大卫，但是透过先知拿单告诉大卫，上帝领受大卫的心意，同时上帝也要坚固大卫的王位，与他立约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大卫之约，大卫的后代要世世代代做王。所以从大卫一直到耶稣基督，这个焦点不是在大卫的儿子而已，而是在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所以在新约的时候，就有人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因为他们认出耶稣基督就是大卫王，上帝所说要拣选的那一位，大卫之约。而今天我们要继续读的是第18章，从18章到20章，这一段呢是讲到大卫的军事成就，还有他的重要将领哦。那从18章到20章这3章当中呢，讲到大卫他在国家要建立的时候呢，他的东西南北都有不同的国家围绕包围，而这些国家呢都想要来击垮，都想要来瓦解这个以色列瓦解大卫的王朝。但是大卫呢却选择依靠上帝，所以上帝就帮助他。所以我们在今天经文我们会看到，大卫他打败了西边的非利士，还有东边的摩押，接着是打败北边非常远的北边，到东北边的索巴，还有亚兰人，甚至呢他在亚兰大马士革，就是叙利亚呢设立了军营，亚兰人都来向他进贡就是向他来投降。而12节到13节又接着大卫打败的是南边的以东以东人也是非常的强悍他也在以东设立军营，所以他的国家的北边、国家的南边，大卫都设立军营。同时在这军营当中呢，他也确保整个以色列的国家的太平。而最后一段我们会读到大卫这些王朝，他设立了哪些官长，设立了哪些官员，以及他们的名单。明天我们会继续读的是19章到20章，还有这当中的细节，亚门人、亚兰人，大卫如何打败，
还有最后20章好会提到的就是大卫如何平定非利士人。好，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好，我们先来读历代志上的18章前面2节，好，从第1节和第2节。好，请卢山长老带我们来读。后来大卫王再去攻击非利士人，打败他们，夺取了加特城和附近的村庄。他也打败摩押人，使摩押人归顺他，向他进贡。好，那从这2节当中想到2个地方，一个是西边的非利士，一个是东边的摩押。在这个地图当中，我们看到左边是中间那个伯利恒、耶路撒冷、希伯伦，好，就是大卫他以色列王国的核心。而在他左边有5个红点，就是非利士人的5个城镇。好，特别呢，大卫去攻打了加特城啊。好，如果我们还有印象的话，好，大卫曾经去了加特投靠非利士王吉甲，并且在那边装疯卖傻。第2次再去的时候呢，他成为吉甲很重要的一个部下。而大卫这个地方呢，他也投靠非利士人，因为大卫的老板扫罗王要追杀大卫，一直到他躲到加特那1年4个月当中呢，扫罗王才放弃追杀他。好，他在那边得到一段平静的日子。但是呢，虽然大卫后来做以色列王，可是非利士人好却没有欢迎大卫，所以我们在16章的地方，好就历代志上15章的地方，好就读到，这是几章？好，13章，好对不起，13章的地方到14章，14章的地方呢，就读到非利士人，好在大卫做王之后就来攻打他。而加特其实是大卫非常熟悉的地方，所以呢，他就夺取了加特城，好让他的国家在加特好这边能够有一个屏障，好，所以左边那4个城市以哥伦、亚斯图、亚斯基伦、加萨，好就不敢来侵犯好以色列的国家。而第2节他还打败摩押，摩押是在约旦河的另外一边，好，所以在这张图的右手边，好，我们看到这中间那个就是约旦河下来到死海，而这张地图的右手边粉红色，好那一块就是整个摩押好这个国家，而他也打败了摩押人，好使摩押人来向他进贡啊。摩押人是亚伯拉罕好的侄子罗德的后代啊，摩押跟亚门，而这2个女儿就是生了这2个孩子，然后这2个孩子就成为摩押人、亚门人的祖先啊，所以他们跟这个以色列人算是近亲，好近亲，但是也事隔将近1000年了。所以1000年来呢，摩押人对以色列人好大部分都是友好，但是曾经也在申命记、民数记好，他们要出埃及，经过迦南地，好要经过旷野，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摩押人拒绝他们。好，但很特别就是大卫的这个路德，好路德记这个路德，他也是大卫的祖先波阿斯的妻子啊，他就是来自于这个摩押，好摩押人，好，所以严格说大卫也有一点摩押人的血统啊，一点摩押人的血统，但是摩押人好也乖乖听大卫的话。接着呢，我们再来读第3节到第8节。接着，大卫在哈马附近攻击叙利亚的索巴王哈大底谢，因为哈大底谢想巩固幼发拉底河上游地区的统治权。大卫俘获了他的战车1000辆，骑兵7000人，步兵2万人。大卫留下足够的马匹，可拉100辆战车，把其余马匹的蹄筋砍断。大马士革的叙利亚人派军队去援助哈大底谢王时，大卫攻打他们，杀了22000人。然后大卫在他们的境内驻军，他们都归顺大卫，向他进贡。上主使大卫所向无敌，处处得胜。大卫掠夺了哈大底谢的军官们所拿的金盾牌，带到耶路撒冷，又在哈大底谢统治的2个城提巴和军提巴和军夺取了大量的铜。后来所罗门用这些铜铸造圣殿的铜海、铜柱和铜器。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历代志上18章，好，对照撒母耳记下第8章1到18节，90%都一样，内容用字好都一样，只有少数几个人的名字的翻译不一样。好，
那还有就是在这一节当中，好的第8节也是多出来的，好，第8节多出来，你读撒母耳记下不会读到第8节这一段哦。好，那刚才讲到了西边的非利士，东边的摩押，接下来呢是在北边，好，北边发生的事情。北边的人也非常的强悍哦。好，那以色列这个王国呢，虽然北边有黑门山，但是呢，这个一直牵延到幼发拉底河，好，就是这张地图啊，紫色上去是亚兰，亚兰再上去是哈马，哈马就是幼发拉底河的上游。好，那下游一直下去呢，就是到了巴比伦，好，就是加勒底人的领土哦。大卫呢，他在哈马地区好攻击了索巴。索巴在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小地方，好，圣经当中记载不多，好，但是我把它大概圈起来，在这地图当中粉红色的这个区域啊，索巴是亚兰人当中的一个小王国，好，这个索巴王呢叫做哈大底谢，好，我们今天读到他，明天19章还会再读到他，好，所以这个哈大底谢呢，他呢其实虽然国家小虽小，结果发现他还蛮有钱。它有很多的金子，还有很多的铜器。好，这个铜呢是青铜啊，是青铜。所以因为哈大底谢他想要上去攻打哈马，好，因为哈马再上去就是幼发拉底河的上游，好，那他就可以一直占领到这个巴比伦加勒底地区去啊。好，所以他就也来往上也往下，好，就来侵。所以大卫呢就去攻打了这个索巴王。好，那这里讲他掳获他的战车、他的骑兵、他的步兵，甚至他的马呢。好，本来有这么多的马，大卫就砍断这些可以拉车的马的脚筋了，好，就让这些的马残废，不能再打战了。好，所以就不能再跑得快。好，那并且呢，大卫不但平定了索巴这个地方，而且大卫他还让索巴地区的人好归顺他。所以上主好，这里我用粉红色圈起来。上主使我们一起来读好了。上主使大卫所向无敌，处处得胜。为什么上主要帮助大卫所向无敌，处处得胜？是因为大卫他迎接约柜，寻求上帝的同在。所以大卫很聪明，他把他做事情的方法，怎么样治国，好，他的优先顺序好建立得非常的好，所以值得我们的学习和参考。所以大卫拿下了索巴城、索巴王，而且还把哈大底谢这些军官拿的盾牌，不是铜做的，是金子做的，好，所以金子做的盾牌。我们知道后来所罗门王盖圣殿的时候呢，所罗门王好也有200面的金的盾牌哦，金的盾牌。后来呢，被掳走之后，被抢走之后，他的儿子耶罗波安就用铜做了200面的铜盾牌，好，所以这个金盾牌好，金的可能不耐用，只是拿来装饰用的，好，来炫耀用的，然后都把它带去耶路撒冷，好，然后第8节是撒母耳记下没有讲到的，这些金子以外还有铜啊，这些铜呢，好，历代是因为他已经是被掳归回，好，所以他知道后面发生的事情。后来所罗门他在做的这些的铜柱，圣殿的铜柱、圣殿的铜盆都是铜海，还有这些圣殿的铜器呢，都是从这个索巴好这个王国所掳来的，好所得来的，好战争得来，好也是来自于所罗门的老爸好大卫好所得到的，好，所以现在西边搞定了，东边搞定了，现在北边也搞定了，好，其实北边搞定呢。这件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哦，因为北边真的很不容易。我们接下来再读后面3节9到11节哦。哈马的陀以王听说大卫打败了哈大底谢王的全军，就派他的儿子约兰去问候大卫王，祝贺他的胜利，因为陀以曾经跟哈大底谢打过好几次仗。约兰带来金银铜制成的礼物送给大卫。大卫把这些礼物连同他从其他国家掠来的金银，就是从他所征服的以东、摩押、亚门、非利士和亚玛利那里掳来的金银，全部献给上主，作为敬拜之用。当大卫打索巴的时候呢，亚兰人他们是同族哦，所以看索巴打输了，所以亚兰人也是请他们之力，好，然后来帮助这个索巴，好，甚至从大马色，好，所以在这地图字比较小，
好，但是呢，上主使大卫百战百胜啊，好，所以就算大批亚兰人来帮助索巴，大卫依然战胜他们。而在最上面绿色那个哈马呢，陀以王，好，他听说哇，大卫居然打败了索巴，还打败了亚兰，很开心，就派他的儿子约兰，好，这撒母耳记跟历代志这个名字的翻译有一些不一样，但是整个过程是一样。就派他儿子约兰去恭喜大卫，祝贺他的胜利。因为哈马也好几次要跟索巴王哈大底谢打好几次的仗，有输有赢。所以约兰呢，好，他就是这个以陀以王的儿子，好，他带了金银铜的这些礼物送给大卫啊。好，那11节呢是一个结论，他就是说大卫把这些礼物，好，还有包括其他国家掠来的。好，征服的好，包括我们前面有讲到的以东、非利士，好，对不起，前面讲到的是非利士、摩押，以东是等一下会讲到的，亚门是明天会讲到的，好，然后亚玛利，好，在圣经当中没有讲到，还有包括北边的索巴、这个亚兰，这一些的金银铜呢，好，最后面粉红色的字我们也一起来念，全部献给上主，作为敬拜之用。大卫他不是把这一些的宝贝、这些礼物拿来放在自己的家里面的仓库，他把它全部拿来做什么？献给上帝。给上帝做什么？作为敬拜之用。所以为什么后来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能够有这么多的金器、银器、铜器呢？其实就是他的老爸大卫在前面打拼卖命，好，然后在那边上帝使他百战百胜，才能够所罗门有这些的根基来建造。好，所以这一段就在交代后面大卫怎么样建立这些的敬拜，好，然后他怎么样来安排这些的工匠工师，好，来设计规划，其实都在大卫这从18章、19章、20章这3章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好，并不是他们自己生产出来，而是透过战争啊，好，透过战争，好，所以战争呢，好，虽然可怕。好，但是战争呢，也有上帝的祝福啊，好，让以色列在这边，好，我们可以说以色列发大财。我们接下来再来看所以我们刚才前面看的这一些的1到11节呢，看到大卫征服了西边的非利士，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他是在西南边西边的非利士，然后呢征服东边，好，算是东南边的摩押，好，所以方便大家好记，所以讲西边、东边。然后索巴是在北边，好，索巴后来打不赢，又叫了大马色的亚兰人一起来打，还是打输了，好，所以大卫接连征服索巴，大卫接连征服大马色亚兰人啊，好，这个对今天来讲是一个战争奇迹啊，好，一个以色列好刚开始的王，好，居然能够东西南北好四面好的战役都能够赢，好，接下来我们再读好12节、13节。亚比筛他的母亲是喜路亚，在岩谷杀了18000以东人。他在以东各地驻扎军队，当地居民都归顺大卫王。上主使大卫所向无敌，处处得胜。好，那这里呢，亚比筛是大卫的妹妹啊，好，所以他的儿子，对不起，亚比筛的妈妈叫喜路亚，好，喜路亚是大卫的妹妹。亚比筛就是大卫的侄子啊，好，侄子，好，所以跟那个约押、亚比筛还有这个什么黑，好，3个兄弟呢，好，都是大卫的侄子，好，那都也是这个我们讲那三巨头30勇士，好，有讲到他们这以撒黑，好，这些人，那亚比筛呢，好，在历代志上呢讲到的是亚比筛在岩谷杀了18000人。可是，在撒母耳记同样这一段记载呢，讲的是大卫在岩谷杀了18000人，而这个事件呢，记载在诗篇第60篇。好，如果我们读诗篇60篇，总共有12节。好，诗篇60篇前面就有个小字啊，好，所以我来念60篇的小字。大卫与美索不达米亚并索巴的亚兰征战时，约押回师。在岩谷攻击以东，杀了12000人。那时大卫坐这金狮，教诲人，交给圣勇团长，取掉用为证的百合花。好，所以诗篇60篇，
好，里面在讲到说，上帝把旌旗赐给敬畏你的人，然后用右手施行拯救，好让神所亲爱的人得救。然后后面2节说，求你帮助我们攻击敌人，因为人的帮助是枉然的，我们依靠神才得施展大能，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好，我们这首60篇的12节，好，就是一首很有名的诗歌啊。好，这个敬拜赞美的诗歌。好，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好，是来自于诗篇60篇，而这一篇就是在记载这个事件。好，如果刚才注意听的话，好，这边写18000人，诗篇60篇写12000人，这边写是亚比筛，诗篇60篇写的是约押，好，就是亚比筛的哥哥。然后呢，圣经好有一点出入，好，但是呢，指的是同一件事情，就是大卫先去索巴在最北边，现在又到岩谷。岩谷在哪里呢？好，岩谷在哪？好，岩谷在以东，以东在由以色列的最南边呢。好，就是以东人的区域。以东就是以扫的后代，以扫就是雅各的哥哥，所以这也是以色列的远亲啊，又是一个远亲。好，可是呢，大卫一下打完最北边，现在又打到最南边。好，所以你看他调动军力，好，非常的快速啊。我相信是不同的人，好，因为我们前面有读到有34万以色列的勇士、军人，打过仗的人都来投靠大卫，所以大卫只知道怎么样利用这34万人东西南北同时开战，好，或是在短时间当中，好，同时来防御他的国家。所以呢，他在岩谷的这场战役，岩谷就是现在圈起来的地方，在死海的南边啊，或是叫做岩谷又叫做亚拉巴，好，叫做亚拉巴谷啊。在亚拉巴这个地方呢，好，就是大批的以东人战败，好，所以大卫就在那边来驻军扎营啊，好，设立了这个军营，所以以东人这个国家呢，都乖乖听大卫的。好，所以这句话又出现了，好，粉红色字我们再来念一次：上主使大卫所向无敌，处处得胜。所以大卫为什么能够所向无敌、百战百胜？好，因为他有上帝的同在。大卫知道怎么样来迎接约柜，大卫知道怎么样讨上帝的喜悦，大卫知道怎么样用诗歌、用音乐、用跳舞、用利未人，好来亲近上帝。而他所做的一切事情，上帝就使他亨通啊。好，所以上帝都与他同在，使他得胜。好，所以现在呢，我们刚才读的顺序就是西东北南，好，西东北南以色列这国家呢4个方位，好，现在全部都平定了，而且北边南边很难搞的，现在大卫都驻军营了，好，所以他们都乖乖听话，向大卫来进贡。好，这里说归顺大卫，和本翻译成臣服，臣服的意思呢就是做他的仆人，做大卫的仆人。好，我们再看最后的4节哦，对，好，所以我们现在刚才看到。从最北边的哈马对最南边的以东，好，还包括刚才讲到亚玛利，以东呢亚玛利就在以东的旁边，也是属于南边呐，好，所以以色列王国的东西南北，好，这下子呢，现在大卫好有上帝的帮助，好，所以他就让整个国家非常的安定，好，然后就开始强盛起来。好，我们再读最后的4节14到17节。大卫统治全以色列，对人民秉公行义。喜路亚的儿子约押做元帅，亚希律的儿子约沙法做史官，亚希突的儿子撒都和亚比亚他的儿子亚希米勒做祭司，希莱亚做王室书记，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做大卫的侍卫长。大卫的儿子们在王左右担任要职。好，所以这个最后就是以大卫他坐稳这个国家，好，而且把外面的敌人，好，这些攻击通通都平定，好，让国家太平。接下来他就是让国家内好要有文武百官哦。但是14节讲到说大卫他能够统治，好，统治呢，其实这个字就是大卫他年轻时候的工作。昨天我们读17节的时候就讲，上帝把他从大卫从那个羊群当中拣选出来，过去他是牧羊，现在他是牧上帝的羊。好，所以这个统治他也是像是牧羊的角色，好，就是牧养这些全以色列。
而上帝说大卫的态度是什么呢？秉公行义啊，好，秉公行义。这个公呢，好，不是公家的公，而是上帝的公义，好，上帝的公义。所以大卫是以上帝的公义、上帝所喜悦的事情来牧养这个国家。所以当这个国家呢，上帝就帮助他，好，不管跟东边的、西边的、南边非常难打的，好，但是上帝让大卫所百战百胜，所向无敌啊。接下来就是约押当他的元帅，好，这个事情我们已经提过，在11章的时候，好，他为什么当上元帅？因为大卫说，谁最先爬上去耶路撒冷那个城的，他就可以做以色列元帅。大卫这个约押很厉害，从水道基训池，好，然后找到路上去，好，所以他最先上去，所以他就做了整个以色列元帅。接下来呢，史官，好，史官呢就是来做这个整个国家好的记载，好，所以他必须把国家发生的事情好，通通记录下来。好像是记者一样，好像是新闻一样，好，但是他要按照这个以上帝的观点好来记载，所以我们会读到列王记，好，也可能跟这个约沙法好，这个约沙法有关系。我们会读到历代志这些资料，好，都是做史官他们所留下来的。后来后面介绍有2个祭司啊，一个是撒都，一个是亚希米勒，好，但应该是在撒母耳记写的是撒都和亚比亚他，就是亚希米勒的爸爸亚比亚他，好，应该比较正确是撒都和亚比亚他2个做祭司啊。撒都我们昨天也有提到，好，这个撒都呢，好，他是亚伦的后代，好，是亚伦的第10代，而这个亚比亚他呢是以利，好，就是撒母耳这个先知撒母耳的老师啊，以利的后代啊。好，所以一个是亚伦的后代，一个是以利的后代，然后大卫呢分派他们做重要的祭司。好，为什么要2个呢？好，还记得吗？因为我们昨天讲一个约柜在哪里？耶路撒冷，然后会幕在哪里？在基遍，好，在基遍，好，所以他分2批的人，好，所以来做祭司的工作。接下来还有就是耶和耶大的儿子，好。对不起，这还有一个中间还有一个西莱亚，好，西莱亚在撒母耳记也翻译成另外一个名字，好，西莱亚或者叫沙威沙，好，那我们现代中译本把这名字统一起来叫西莱亚。书记啊，好，这书记跟史官什么不一样？好，这个书记呢，他比较像是外交部长，好，比较像是外交部长。好，所以大卫就透过西莱亚，好，跟东西南北的这些国家，好，任何的往来，好，大卫就透过他，好，然后由这个西莱亚，好，做联系。而后面还讲到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做侍卫长啊，那也是现代中译本帮把这个翻译翻的比较明确。好，这个侍卫长呢，就是管2批人啊，好，但是我们在这个和本有写，好，2批人就是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好，基利提、比利提，好，那这个名字我们都很陌生。但是如果我们在去看撒母耳记就知道，基利提、比利提都是外佣哦，都是就佣兵，好，都是佣兵。好，所以他们大卫透过这个侍卫长比拿雅，好，把这些佣兵训练变成大卫的侍卫官，然后呢保护王哦。然后12支派，他们在各个支派里面呢，好，都能够来看守自己的产业。最后讲到大卫的儿子们，好，大卫有19个儿子，有名字的，就在大卫的旁边左右担任要职，好，担任要职。好，但是在撒母耳记下写担任祭司啊，好，不论是领袖或是要职或是祭司，好，都看见大卫，好，他把这个国家整理的非常的井然有序啊，好，井然有序。好，在今天这段经文当中，好，可以让我们做个反省。好，从15章一直读到今天的18章，我们看见迎接上帝的约柜，就是迎接上帝的圣令。好，请大家一起说一次：迎接上帝的约柜，就是迎接上帝的圣令。为什么大卫能够百战百胜？就是因为他从迎接上帝的约柜开始，用心好来敬拜，用心来服侍，所以上帝使他不是节节败退，而是百战百胜。而兼顾上帝的居所，就是兼顾自己的家事。好，请大家也说一次：
坚固上帝的居所，就是坚固自己的家室。大卫有一个心意，就是想要为上帝建造一个家。上帝说他根本就不需要，他也没有人要人为他建造一个圣殿、一个家。但是上帝看见大卫的心意，所以上帝反过来祝福大卫啊，祝福他的后代都要成为君王，成为上帝的受膏者，一直到耶稣基督啊。所以他们有一个心，要来做教会的圣工，兼顾上帝的教会，上帝就会兼顾我们的家，兼顾我们的家庭。阿们吗？第三个，牧养上帝的子民，就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好，也请大家说一次：牧养上帝的子民，就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大卫通过元帅、史官、祭司、书记，还有侍卫长，还有这些的领袖、文武百官，让一个国家几百万人、上千万人，可能是几百万人，但是呢，井然有序。不仅上帝帮助他打仗，他也负责他自己内部各样子的管理，如同这个以弗所书所告诉我们的，就是要上帝的教会，就是上帝所拣选的，上帝所呼召的，有这些不同的恩赐、不同的职分，目的就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后面那句话说，要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在旧约当中，我们看见以色列国大卫王国，他表现出一个耶稣基督身体应该要有的样子，就是大家互相的帮助，大家互相的扶持，互相的分工，而没有竞争，没有比较，没有这样子的伤害。最后遵行神的话，秉公行义，就是带来真正的和平。好，也请再说一次：遵行神的话，秉公行义，就是带来真正的和平。有一句话说，没有公义就没有和平。我们今天都追求的是和平，但很少人愿意追求公义啊。我们要追求上帝的公义，就是大卫所做的秉公行义。这份公义是来自于上帝的话，所以我们读诗篇，大卫的诗篇，特别是诗篇当中很多的诗，我将你的话藏在我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愿你的话成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大卫是这样子的渴慕顺服上帝的话，所以上帝就与他同在，让他做的事情都能够秉公行义。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效法大卫的心志，能够迎接上帝的约柜，兼顾上帝的居所，牧养上帝的子民，遵行上帝的话语来秉公行义。相信上帝要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谢，透过今天的经文再一次教导我们，也看见大卫的生命如何让一个国家原来在扫罗王的手中是非常的衰败，甚至被掳被掠，但是大卫却在短短的时间当中重新振兴复兴，甚至把这个国家带向高峰。主啊，我们的教会也需要有上帝你的同在，主啊，我们的家庭也需要有上帝你的同在，帮助我们迎接上帝的约柜，敬拜耶稣基督，帮助我们兼顾上帝的居所，就是我们的教会，帮助我们牧养上帝的子民，上帝的儿女，也帮助我们借着上帝的话来秉公行义，让我们所到之处都能够有上帝的祝福。我们线上的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